哈哈，你呀哈，係唔係吃到自家毛目水？好啦，我承認，我頭擺正經太傳統咧。其實吼，上擺我去托師傅嘅時節啦，店員哦還冇我講，你敢係老娘男朋友買誒？哈，佢都唔敢見呢。錯啊，我就小小嘅 M 記啊。哦，冇啦，係我自家會做嘅，我想要換個新的形象。你正經懂有勇氣呢，我知道你嘅身體就會懂搞怪，有千變萬化嘅人啊。其實吼，我想要接聽我自家嘅用的啦。你按樣講啊，我知道你有自家嘅想法，懂好呢。我想講你吼，行去整理哦，啥嘅時老愛講，行去老愛，所以行愛頭拿毛。我平常時頭拿毛洗好，都出街用面拍出招，頭拿毛從頭半早熟。哇，你頭拿毛幼幼呢？哦，難怪吼，你從頭按用毛濃濃。我跟你講哦，你要好好的學習保護你的頭拿毛，這樣做得。我知道我有冇個相貌嘅問題，都做得請教你呢。我要讓你數錢哦。唔過正經講，我知道你做西裝挺錯當好看，還有頭拿毛嘅樣式，咩動派頭。我咪知道吼，下擺我打扮吼，會本來會表現我的身體哦。建議清楚要去相本來看哦。當然啊，我就看啊，你嘅樣式敢會本來嘅派頭嚇到。好啊，當然冇問題。來講過啊，有陣時吼改變外表，會本係讓人看到無相用嘅自家呢。我知道你按樣當好，唔單像係外表，規張人嘅氣色都無相用咧。聽你按樣講，我真歡喜呢。因為啊，我想要證明，細妹人啊，要做得有當無相用嘅用嘅哦。我知道細來嘅咩相用啊，想要樣板打扮，其實都做得。錯啊！無論你係細來，也係細妹嘅，做你自家輕鬆樣。你倆句話講到當有道理。